各看中央航空的空服员因为破病上班不幸过往，外界即马是真关心劳工请病假的权利哦。劳动部今仔嘛找各界来开会讨论，劳工团体是呼吁讲应该明确来规定请病假需要的证明文件来保障劳权。病假保障要落实，病假保障要落实。外口开始咧落雨，伊也是大声喊口号，呼吁政府保障劳工请病假的权利甲落实。因为中央航空的空服员破病搁上班，落尾手不幸过往，引起外界关注劳工请病假的权利。劳动部七十举办保障劳工病假权的会议，因为之前有代替工会干部去互医生看了后来要继续请病假，煞防以偷早班控制来处分，呼吁请病假无应该甲处分绑做伙。希望这次修法能够确实定义劳工应该提供的证明定义，以及是否能够用给要天数就能够当作请假依据，别再让恶劣的雇主以此来准驳刁难员工。是希望在我们的核心法规劳工请假规则里面，应该要有至少15天。病假30天当中的15天，雇主不可以有不利待遇。劳团强调讲，有的头家人甲病假甲考绩绑做伙，地主劳工就算破病嘛应该去上班。医疗相关的劳团强调讲，破病搁上班不是风险，是增加工课庭的风险。我们认为现在的这个不利待遇的这个认定的范围实在是太局限了，不在接下来的解释上面，或是修法上面，应该明确的来扩大这个不利待遇的认定，不然的话，其实雇主永远可以用这样子的手段来规避法律的约束。目的就是要收集了解各方团体的意见，好，来作为劳动部你有关这个病假议题的这个一些具体的政策内容。针对劳团的意见，劳动部强调讲，劳工病假权的保障已经展开法制作业，透过会议会收集各方的意见，加做后续制定法制的参考。记者综合报道。